咱继续来关心这金门姓吴的钓客，以3月出海钓鱼所伫的大海迷失路径，和中国海警押走到今已经超过4个月。立委陈玉珍早起陪家属去厦门，甲人接倒转来。姓吴的查甫人表示讲，家己伫咧中国受到真好照顾，不过伊也真想厝，转来也着爱好好啊团圆一下。放炮啊！希望水分扫了，金门姓吴加姓吴钓客今年3月出海钓鱼，因为无细时大部未航，互中国海警船找到。姓吴的钓客已经伫3月23回来金门，不过姓胡的钓客因为疑似军人身份，互中国滞留到即马已经超过4个月，总算应回来。想家，非常想家，跟家人好好吃一顿饭。然后谢谢福建的海警以及台办。大家的照顾，让我在那边过得很好。伊妈妈阁亲身饲后生食猪脚米线，希望伊立即转来了后一切平安顺利。立委陈玉珍陪家属去厦门接人，伊妈妈一直7目屎，表示心头大石头总算放落来。因伫父亲节进行一个团圆，是上赞的父亲节礼物。今天父亲节是一个很好的礼物，希望赶快把儿子接回来。以后就不用烦恼了，每天晚上睡不着。所以儿子可以回来，真的很高兴。谢谢你们大家关心，也谢谢各位的努力，谢谢。伊读小学的查某囝，佫特别准备考试卷甲亲手做的父亲节卡片，要去接爸爸欢喜团圆，回来过父亲节。家属特别做锦旗，分别送予福建海警局、福建省台办，感谢中国有关单位救援各界照顾。中间也谢谢两岸相关单位包括我们陆委会啊、移民署啊、福建省台办、厦门市台办相关单位这个帮忙。因为姓吴查甫人当初无照定数出入境，即摆是用专案的方式回为厦门出境、金门入境。陆委会主委邱翠静表示，乐见伊得到释放，将对外界关心进前遭到中国海警船强制带转去的偏恶籍渔船大浸满88户，人船什么时阵应放回来？邱翠静讲，希望完成应该府的法定定数了后，被平安释回，也希望因各方面拢平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